大家好，2025年中文 DSE 就考完啦，嚟緊4月22號有 DSE 中國文學科。有朋友問我可唔可以都做幾集關於中國文學科嘅一啲篇章解讀，咁我就揀咗其中一首詩歌叫做《短歌行》，係漢樂府。咁佢嘅作者係曹操啦。簡單講少少，曹操咧最出名就係挾天子以令諸侯。咁就佢好擅長用呢個樂府舊題抒發個人政治嘅抱負啦。風格咧就慷慨悲涼嘅，可以反映到嗰個時代嘅面貌。咁喺漢末嘅時候，當時其實都群雄逐鹿啦，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咁曹操咧，同其他我諗係就算係劉備啊、孫權啊，佢哋都好渴望咧可以建功立業、統一全國嘅。但其實人嘅一生咧就相當之有限啊，時光咧飛逝得好快，又短暫咁樣。咁所以咧，幾乎每一個時代嘅文人咧，咁都會有一種嘅感慨嘅，對呢一種嘅時光嘅流逝咁樣。咁呢首詩咧就表達咗佢求才若渴佢希望得到天下嘅賢士咧嚟歸順於佢，去實現佢嘅政治理想啦，同埋佢嘅雄心壯志咁樣。咁你落到嚟即刻去解讀呢一首詩嘅一啲詩句啦，咁樣。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咁當時其實就喺個飲宴嘅場合底下，同佢啲嘉賓啦一齊喺度即係飲酒作樂，咁心生感慨啊！一邊飲酒咧，就一邊應該係要高歌嘅、跳舞嘅咁樣。咁人生有幾何？即係人生有幾多個年頭咧？咁樣。咁藉住呢一個去提出一個即係一個叫做問號啦人生喺以前嚟講，可能最多咪70年，70就古來稀啦咁樣。咁所以係一個慨嘆人生苦短嘅一句詩句嚟嘅。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咁呢度用咗個比喻啦，你會見到人嘅一生咧就好似咁樣朝頭早嘅露水咁樣。陽光一出現，咁就會即刻就曬乾啦咁樣。咁佢形容嗰種人生嘅短暫去日苦多，而佢當時即係經歷咗人生都應該一大半噶啦。咁對於逝去嘅青春歲月咧，實在太多啦。咁佢感到咧即係好苦啊。點解會感到好苦咧？因為佢想實現嘅心中嘅嗰種嘅大業啦，其實係未實現嘅咁樣，就好似《出師表》裏面咁樣。劉備佢想創立嗰個帝業，但未成功去到一半咁已經係駕崩啦。咁其實曹操又何嘗唔係咁呢？一生裏面花咗咁長嘅時間去喺呢個戰場上面，但始終要統一天下，談何容易啊！咁樣，咁成個人嘅一生咧都過咗一大半，咁苦於逝去嘅日子太多咁樣。慨嘆呢個人生短暫之餘，時光嘅流逝咧就非常之匆忙，非常之快咁樣。慨當以慷，憂事難忘。慨當以慷咧，其實就應該係一個間隔用法嚟嘅，應該係當以慷慨，當以慷慨咁樣。咁其實指嘅就係佢當時嗰種心情激昂慷慨不平咁樣。咁就諗起嗰個人生即係苦短咁樣，而自己本身想實現嘅嗰種嘅政治抱負咧，又未成功咁樣。咁所以憂事即係呢個事即係心事啦一路喺內心潛藏嘅心事咧，就難以忘懷咁樣，一路都忘記唔到咁樣。
有機會可能佢一生都實現唔到嗰個佢嘅政治抱負啦，或者政治理念啦咁樣。咁所以一諗起咧，就感到憂愁啦、苦惱啦咁。咁然後就好激昂啊，成個心情好激動。咁喺咁激動嘅情緒底下，可以點樣做咧？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咁樣。咁佢都問自己啦，吓一個設問啊，佢後面都有答案。有咩方式去排解呢一種嘅憂悶咧？咁只有飲酒啦。咁杜康咧就相傳係釀酒之人，咁所以呢一度有一個借代啦，用杜康嚟去借代飲酒啦。只有透過飲酒去排解呢個憂悶啊！咁其實飲酒去麻醉自己都係叫做短暫咁樣，令到自己唔好去諗啦。咁但其實長期嚟講都係未能夠去排解嗰個內心嘅憂愁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咁樣。咁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咧，其實係典自於《詩經》鄭風嘅子衿。咁就青衿咧係周代學子嘅嗰種服飾啦，咁啊指呢個讀書人。咁原有係講女子對學子嘅思念啦。咁其實曹操咧喺呢一度用呢個典故咧，都係想表達翻自己渴求賢才嚟去即係誒歸順自己啦，或者甚至乎佢其實係想招攬天下賢才咁樣嘅。咁就嗰個穿着青領啊，即係青衿啦嚇，青衿青領嘅呢個咁樣嘅賢士啦。咁悠悠我心係我心目中咧長久咁樣一路思慕住嘅，即係我渴望去得到，我思念啊，一路都係一路思念住你哋嘅，好想你哋快啲嚟啊，嚟到我身邊啊咁樣。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但即係子啦，只為了呢個君咧就青青子衿啦，啊嗰啲學士啦、讀書人啦、謀士啦、賢士啦、有才華嘅人啦，咁樣等等，即係為咗你哋嘅原因啦，沉吟至今就使我一直低吟至今，難以忘懷，即係我呢一刻。我一路仲喺度內心不斷記掛住你哋，我呢一刻一路碎碎念係嘛，我呢一刻嘴邊一路都係掛住嘅都係你哋啦咁樣，咁由此可見佢對於嗰種嘅言辭啦，係真係好渴求嘅咁樣。悠悠鹿鳴，食野之蘋。咁呢度咧，其實都係一個典故啦。我有嘉賓，故室吹笙。咁總共就睇呢4句。咁其實佢係典自《詩經·小雅·鹿鳴》，就表示咧，其實佢係好熱情咁樣招待一啲賓客，眼前嘅賓客，去表達翻自己歡迎賢才嘅嗰種心情啦。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個鹿群咧，其實當時就喺荒野之上咧，就好開心咁樣去食呢個叫做艾蒿草啦，咁樣。咁佢食呢個艾蒿草嘅時候咧，啲鹿群咧就發出一啲叫聲、悠悠嘅聲音咁樣，其實就呼喚同伴一齊嚟食咁樣。咁藉住呢一個，你都可以見到，其實都係一個係嘛，即係比興啦吓，即係希望咧眼前佢喺呢個宴會場合底下，本身已經都有一定嘅賢才喺度啦。咁其實藉住呢首詩去表達，希望係可以有更多嘅賢才，更多嘅鹿一齊嚟食呢個艾蒿草啦，一齊嚟聚埋喺呢個地方度咁樣。我有嘉賓啦，咁佢眼前咧有呢個尊貴嘅嘉賓喺度啦，咁我會點樣去對待佢哋咧？我係用我嘅誠意啦，用一個好隆重嘅一個禮儀去招待佢哋嘅。我好開心、好高興咁樣，鼓瑟吹笙。咁瑟同埋笙咧，其實分別係瑟係一個弦樂器啦，笙係管樂器。咁其實指嘅就係借代緊當時即係奏樂啦。我相信唔單止呢兩種嘅樂器嘅，咁指嘅就係話我好高興咁樣去奏樂彈琴吹笙，設宴嚟去娛樂。
我呢啲尊貴嘅客人咁樣。明明如月，何時可絕？咁就再次將嗰啲嘅賢才咧，比喻做天空中嘅一啲嘅即係明月啦，光明皎潔嘅天上皓月咁樣。幾時可以拾取咧？咁樣。咁其實拾取其實指嘅即係摘取啦，咁樣。咁點解咁嘅意思咧？其實指嘅就係話，啲賢才就好似天上個皓月咁樣，幾時可以求取？幾時可以得到你哋嚟去輔助我咧？咁樣。咁一諗起呢個問題咧，就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心中嘅憂慮啦，包括係第一樣嘢，天下嘅賢才唔係盡歸於佢麾下啦。第二，佢憂慮嘅係統一天下嘅事業咧，仲未完成啦，咁樣。咁呢兩種嘅憂就令到佢嗰個心情咧，嗰種嘅憂愁啦，嗰種嘅苦惱啦，不可間斷咁樣。月陌道遷，枉用相傳啊！咁呢個嘅遷咧就係縱向，縱向即係南向北，即係打直。然後呢個陌咧就係橫向，左到右打橫咁樣。咁越過田間嘅縱橫小路，咁呢個指嘅就係喺身處遠方嘅啲賢才咧，其實嚟投靠佢啦。咁已經嚟到佢眼前啦，或者甚至乎佢可能講俾一啲未嚟到嘅一啲賢才聽啦。咁佢就講咗句說話咁樣，枉用相傳，咁覺得非常之客氣啊。枉就係屈就啦，即係要屈就你哋咁樣遠道前來咁樣去拜望我，咁樣相互拜望。即係曹操就做唔到好似劉備咁樣去三顧草廬請呢個諸葛亮出山啦。咁但咁我諗劉備都係咯，可能都係即係最出名都係三顧草廬啫。咁曹操咧，其實指嘅就係話我未必可以去到你眼前，可能去招攬你，但我真係有勞你屈就你哋自己嚟遠道前來嚟去拜望我啊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拋出嗰個橄欖枝啦，即係希望天下嘅賢才咁樣唔好計較咁樣。你哋遠道而來咧，我一定係即係感恩嘅咁樣。咁後面就係揭闊談宴，心念舊恩啊。咁你揭咧就係相會啦。如果你嚟到，我哋相聚吓，然後離別啊，揭闊談宴，離別相會，指嘅係咩咧？其實即係話久別重逢啦。甚至乎以前可能曾經有一啲係相遇過，但咧大家又因為某一啲原因分開咗。咁呢一刻其實佢都係想帶出一樣嘢，就係話，無論以前大家曾經一面之緣，或者甚至乎未見過面啦，咁呢一刻都希望大家係相會埋、相聚埋一齊咁樣。咁尤其是眼前佢都有一班嘅賓客啦，咁呢班賓客有機會係即係真係呢個相會，呢一刻相會，但以前大家因為啲原因離別啊，咁所以一個久別重逢嘅一個咁樣嘅機會啦，咁樣嘅時刻。咁佢喺佢面前咧，佢同呢一班嘅嘉賓啦，就談宴，就暢談歡宴咁樣，心念舊恩，心裏面記掛住往日嘅情誼。嗱，你諗下佢以前同佢一齊可能係朝廷共事嘅一啲嘅叫做同工啦，咁而家有機會可能嚟投靠佢，咁就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咁樣。月光明亮啊，星光就稀疏咁樣，咁都係帶出咗希望眾星拱照啦，照住呢個月亮，係咪？咁其實正正就係佢好缺乏足夠嘅一啲嘅賢才，而佢亦都明白到要有足夠嘅賢才，先至可以係成就佢嘅大業啊。烏鵲南飛咁樣，有一群咧尋巢嘅烏鵲向南邊飛去咁樣。咁啲烏鵲南飛究竟後面即係跟住呢兩句就係繞樹三匝，
何之可依啊咁樣。咁都運用到比興嘅，將眼前嘅烏雀咧嗰種徘徊不定、無之可依嘅，就比喻嗰啲賢才可能都係到處或者甚至乎向南邊嘅一啲即係唔同嘅當時地方嘅一個咁樣嘅叫做勢力啦嚇。咁去想揾一啲叫做明主明君啦，咁樣或者好嘅領袖啦。咁佢指出咗就係話，你哋有機會可能都仲喺度考慮緊嘅，猶豫不定嘅咁樣。咁如果你哋係真係咁嘅情況咧，倒不如你去翻嚟啦，即係嚟投靠我啦，咁樣你唔需要去猶豫嘅咁樣。咁所以咧，當你如果諗緊何之可依嘅時候咧，佢後面加埋呢兩句就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啦。咁其實佢都用自己，即係我諗佢嘅嗰個志向啦嚇，比山高，比海深嘅。咁即使佢身邊有一定嘅良將賢臣，但佢都係唔會即係唔會嫌多嘅。個意思係咩咧？就係話天下賢才最好都嚟歸順於我啦，咁樣啊。山係唔會滿足於佢高大，海都唔會滿足於佢深廣嘅啊。就係海納百川係嘛啊？山嘅高來自於即係呢個就好似比喻咗曹操佢本身個心胸嗰種嘅廣闊啊。呢兩句可以見到曹操嗰種嘅即係豪邁啦，嗰種嘅志向嘅遠大啦。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咁樣。咁呢一句周公吐哺咧，指嘅其實就係嗰陣時周公咧，咁相傳佢求才若渴啦吓，佢禮待賢士啦。即使喺自己食緊飯嘅時候咧，有人嚟求見咧，佢都會即刻吐出口中嘅食物，咀嚼緊嘅食物吐翻出嚟，咁佢先接待嗰啲賢士啦，係啦。咁其實曹操用呢一句，正正就想帶出咗自己有好似周公咁樣嘅心啦，虛心啦，同埋呢個求才若渴之心啦，咁樣咁就希望天下嘅賢士咧，可以係心悅誠服咁樣嚟去歸附於我啦，或者歸順於我咁樣啊。咁就呢首詩我自己解讀完，我都幾中意嘅咁。成首詩歌嘅重點都可以係從呢四方面去睇啦。第一個係慨嘆呢個人生苦短啦，第二就係佢思賢之苦一路都未能夠得到天下嘅所有賢才啦。咁就第三就故舊契闊揭闊，故舊揭闊，咁就揭闊談現，心念舊恩咁樣。咁就最後當然就係帶出咗渴望天下歸心啦，都能夠即係得到天下間嘅賢士嚟去投靠於佢咁樣。咁呢首詩就同中文 DSE 真係好唔同嘅即係可以解讀嘅空間就非常之多啦，或者甚至乎係要了解多少少關於可能一啲文學嘅藝術技巧啦。係啦，譬如嗰啲比興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如果冇翻少少嘅背景咧，都唔係咁容易讀得入啦。咁樣咁同埋呢一種嘅文體啦，歌行體咁樣，咁都係咯。希望大家去解讀呢首詩嘅時候，可以從幾個層面啦。即係佢雖然求才若渴，但一開始去講嗰種嘅即係思賢嘅嗰種苦啦，最尾有啲賢才聚埋一齊咯，然後佢又最尾仲有，究竟佢優勢嘅其實有啲咩咧？係嘛？佢個天下大業未成，亦都建基於可能人生苦短咁樣，咁所以咧佢其實好渴望咧，快啲得到天下嘅賢才都歸順於佢，咁先至可以實現佢嗰個統一嘅大業啦。咁。好啦，咁就讀完呢首詩，都希望大家對曹操啦有一個重新嘅認識啦。佢未必係好似想象中或者係
其他嘅文學作品裏面咁樣描寫佢嘅嗰種咁奸詐，或者甚至乎係咁負面嘅一個形象啦。我自己覺得當佢去講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當佢去咁重視賢才嘅時候，其實佢係咪有另一個形象係可以俾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曹操呢？咁好，今日嘅分享到此結束，再見。